美國 AIT 集團因為經營不善咧而幾乎倒閉，但喺聯邦政府咧大舉注資差唔多13000港元之後咧，竟然將10幾億嘅港元嘅花紅咧分咗俾啲高層，引起咗咧公憤。咁咧有網民咧就喺網上面咧就設立咗個咧專向 AIT 大樓入口掟番茄嘅遊戲，亦都有高層咧接到死亡嘅威脅。於是咧公司咧要發指引俾啲員工，叫大家咧記住咧千祈唔好着住咧印有 AIT 標誌嘅衫咧嚟到出街。夜晚咧千祈咧唔好一個人咧去消遣。嗱，雖然有啲嘅高層咧即係喺政府同埋輿論嘅壓力底下咧，就已經答應咧將所有嘅花紅咧退翻出嚟，但係未免咧反應咧太遲啦。有關嘅高層咧，完全咧漠視咗一個大企業應該有嘅社會責任。管理層冇為自己造成今日嚴重虧蝕嘅局面咧嚟到內疚同埋問責，竟然咧將市民大眾嘅血汗錢咧代代平安。嗱，咁樣做雖然咧合法，但係絕對唔合情，亦都唔合理。嗱，當個大企業或者佢嘅管理層咧完全漠視咗自己嘅社會責任嘅時候咧，俾市民大眾唾棄咧係理所當然嘅。希望 AIT 嘅教訓咧，能夠令香港啲大企業咧引以為鑑。嗱，而家有啲大企業咧，即係過去幾年咧都賺咗好多錢，咁咧到而家仍然賺緊錢嘅。但係當經濟情況一轉差嘅時候咧，就急不及待先下手為強咧，咁樣炒咗啲咧曾經同我哋共度時間嘅夥計。今日你不仁，將來咧個環境轉咗，啲夥計又對你不義。咁究竟咁樣嘅企業文化係咪好嘅呢？嗱，香港好多大企業咧都喺香港咧有悠久嘅歷史，過往咧曾經賺咗好多錢。而未來咧，亦都諗住咧喺香港咧繼續發展嘅，唔應該咧只係着眼咧一時嘅得失，而忘記咗咧自己嘅企業責任。因為咧，如果企業無情無義嘅話咧，即係當有一日咧，即係政府要通過一啲咧對大企業不利嘅一啲法例嘅時候咧，邊度有議員夠膽犯眾憎出嚟幫企業講翻啲公道嘅説話咧？其實美國國會咧，因為不滿 AIT 高層分花紅咧，而迅速通過咗咧要徵收90%花紅稅呢個做法咧，本來就值得商榷㗎。係嚴重違反咗合約嘅精神。嗱，美國咧忽然之間咧，好似有一個咧極端放任嘅資本主義，就變咗做咧乜都要講求計劃經濟嘅社會主義。由本來咧依法治國，就變咗做以法治國。法律咧變成咗咧政府咧繞過咗正常程序做事嘅一個方法，其實好危險㗎。如果因為有人即係做初一，政府就做15嘅話咧，後果堪虞。就好似咧美國咧喺911事件之後啦。因為咧要對付恐怖分子，於是咧通過咗好嚴苛嘅反恐法，嗱結果造成好多咧所謂侵犯人權同埋私隱嘅一啲嘅問題。咁有好多即係中東裔嘅人士啦，或者一啲伊斯蘭嘅信徒咧，就受到咧唔合理嘅滋擾，甚至咧長期嘅一個嘅關押。嗱，我諗我哋喺即係通過法例嘅時候咧，應該要諗嘅就係咧，唔應該感情用事，而應該咧以事論事。若果因為咧即係要對付一啲大家唔中意嘅人咧，而咧要通過一啲咧唔合理嘅法例嘅話咧，結果受害嘅咧只會係整體嘅市民。